人按生落来这一天起，就走向死亡。也毋过大家拢舒服这个过程，生存时间的长短，甲存在价值无关系，只有幸甲不幸而已。高秋霞算是不幸的人，也毋过伫短短性命当中，发扬了武圣的光辉。伊面对红婿车祸过身，甲死神向伊的召唤，伊一点嘛袂惊吓，真细腻，真沉稳，用伊有限的性命为囡仔做上界妥当的安排。伫这个充满了爱心的社会上，台南大企业家叶万清翁仔某，为伊残废的后生叶焕元，领养还未满3岁王彬彬，使叶家母仔囝之间起了冲突。第二个王东东，互美拢坐线场的平价翁仔某接走啊。搞怪东东，甲平价增加真侪头疼困扰的代志。德山一户治阿的翁仔某，经过秋霞的同意，已经来布地领养佩佩，也毋过真意外，却拄到外公高建雄的反对。阿公，乖，佩佩。贝贝，乖，唔好哭，阿公袂互你走哦。王太太，这是要安怎？你稍等一下。袂用的，我无要甲囡仔送互别人。咱顾家无欠一样，咱嘛唔惊囡仔会食袂饱。爸，我袂堪吃，我挡袂掉啊！你安尼一个甲囡仔送互别人，就亲像咧挂我的肉同款，一块一块送互别人。婆婆讲你的话，甲因做我做。佩佩，妈妈无法度饲你，妈是为着你好。你今麦还够细汉，妈讲啥你拢唔捌，也不过等你慢慢大汉啊，你就会了解妈妈的安排。会听袂？就这样，我迄前头拢同款，妈袂偏心倒一，甲谁送去倒位，妈拢详细想过。佩佩，你放心，这是妈妈去。若是感觉带袂关系，妈答应你，才要转来。佩佩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佩佩，再见，佩佩，佩佩。这箱好哦，继续又搁烧。
阿明，你要过年啊？你为着我甲囡仔，已经添1年啊。我这张鞋啊，小七我以为还可以穿一个。你就是安尼啦。你身躯顶毋是还有几百块？我拄则已经开200几块啊呢。你头拄买啥哈？佩佩甲我吵真久，伊讲伊要看红仔册。来。多谢爸爸。乖哦。阿明对佩佩好，佩佩对因爸爸嘛真好。自从阿明出车祸过身了后，佩佩逐工半暝，做的梦拢会梦到因爸爸，甚至一直向我问东问西，是安怎爸爸要死？死了后，是毋是就无爱转来啊？伫个小小的心肝内，根本都唔知影啥物叫做死，所以伊就甲因爸爸买互伊的红仔册，小小啊卖出去，了后学大人买香、买纸钱，去因爸爸的墓前祭拜。伊希望因爸爸早一天会用为足远足远的所在转来。阿明，希望你在天之灵保庇佩佩，互伊伫个老家坚强活落去。恭喜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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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坐下。唔使客氣哦。多謝。佩佩，爸爸啉酒，你啉汽水。应菜好。煮了个别看一下。有影就对。老煮呢。唔着看，阮佩佩啊，足乖的。各位啊，足乖的呢。我呢有这个机会啊，讲几句话哈。各位至亲好友，大家拢真关心我，受用佩佩的代志。有人甲我问啊。为什么放个盈盈的日子唔过？要收养这个囡仔嘛有人甲我问啊，为什么唔收养一个查甫的，要收养一个查某囝？以后哦，你送阿龙去台北，有佩佩偏爱。爱就袂阁孤单啦，对无？对。查某囝好，伊吼会陪我讲话开讲也阁会做代志，袂亲像查某囝，逐工四界走，安尼我伫厝吼会烦恼死哦。对，也是查某囡仔较好。你来想较远的吼，这个查某囝大汉了。伊会阁找一个囝婿啊，伊还阁会使围伫我的身躯边啊。也毋过囝大汉哦，若是娶新妇哦，囝的心哦，就缀新妇走啊啦。我就啥物拢无啊啦。对，有道理，你讲了对。唔信啊，恁会使试看卖啊。10年了后啊，恁的囝哦来对我的查某囝，我保证哦。恁到时哦，就减一个囝，挨呢，就加半个囝出来啊啦！哎呀，你问这有够奇怪啊！我是安怎要领养一个后生？我已经有一个查某囝呢，当然哦，希望有一个后生啊！咱中国人哦，做理足有道理的啦！恁敢有看过讲迄个好字啊？有子有女，迄才是好啊！好啥？逐工抓代志。迄是伊拄来，大家对伊无熟悉，咧欺负伊，伊当然都要反抗啊！你敢有咧注意啊？伊即马加偌乖呢？喂，讲英雄抓煞枪，
请问咱倒位啊？皮龙国小，请问你有啥物代志啊？啥物啊？我念伊就来哈。个操蛋！好好打电话来是讲啥啊？哎呀，东东咧学校内面耍棒球，共讲破几啊地教室的玻璃啦。你紧去看卖咧啊！好，我早点钱来去。你是要背啥？因是一堆囡仔讲球拍破的，袂当互因赖互东东一个人。我互你去就是钱这点啦。哎呀，搁看安怎讲？咱东东冇分啦，伊安若无，人是安怎会打电话来？好啦，你要去你一个人去啦。甲因讲以后放假的时阵，甲学校的门关好。这甲校门有关无关根本就无关系，因出入入拢是对遮爬墙啊。老师啊，恁这墙位啊都要加较悬的，囡仔都无法度跳入来啊。阮是学校，也毋是感觉啊。东东卡破的玻璃，你敢要看卖啊？免看啦，偌侪钱我照赔，我着急要看我后生啦。我互伊伫咧办公室遐等啊。来，请。东东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妈，我甲你讲，玻璃根本毋是我讲破的。因讲球，我接球，一粒无接到，因就硬要赖互我。打电话甲平阿姊的爸爸讲，硬要陪爸爸替我赔玻璃的钱。安怎有赔钱无？当然有赔啊！东东呢？伊哪会无对你转来啊？走去啊，嘛唔知走去倒位去啊。我想伊应该会转去厝里。查甫人有话就紧讲，莫甲咱查某囡仔共款安尼要讲唔讲啦。赵敏，你若讲唔讲话，我就要切电话哦。东东，阿姊，我惹麻烦啊呢，我甲学校的玻璃讲破。爸甲妈知无？学校已经打电话去工地我了。袂要紧啦，看你规身躯遐尔垃圾，紧去洗者身躯，将衫裤换落来。阿姊，敢会我来接电话？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喂，素姐，我你若讲唔讲话，我就要切电话啊！拜托你啦，你安那骂我拢无要紧，莫挂我的电话就好啊啦。我嘛感觉对你真失礼，伊叫我打电话约你来台北。无代无志，我去台北创啥？迄热你一个人困伫厝里，足无意思的啊！去台北毋则无意思。你甲想吼，咱去海边佚佗拄着迄对老翁仔某，
你就感觉有意思啊。才无咧，好啦，明仔载我就驶车去接你哦。你妈敢会同意？你事事项项毋是拢爱听你妈的话。你莫甲我口水啦，阮妈是正式请你来阮兜食饭哦。真是咧，骗你的是狗仔囝。话先讲头前，假使你妈对我伤过超过，那呢我就马上就走。我知影啦，你来就知啦。好啦，我本来嘛想讲这2天要去台北参加慧慧的生日舞会。你等我来接你。唔免啦，我明仔载家己坐火车去台北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安尼我等你哦。再见。大姐，你明仔载搁要去台北啊？哦，嗯，带我去好无？带你去哦。你是毋是惊我会夹到你的代志？高囡仔，我是惊爸妈唔准。哎哟，带我去啦！我有所在通住啊！你是要带倒？阮兜以前住过台北，厝边有一个大块阿叔，我会当甲伊住啊！拜托啦，拜托拜托啦，拜托！你去洗身躯啦，暗时我再甲爸妈参详一下。哎，安怎？要买雨伞无？ 100支线，先看样品，爱咱甲高价单先报互因，当面才讲。 100几尔，搁遐尔啰嗦。最少嘛是生理啊，无得看吼，人用这100支线伫咧国外吼，替咱另外开一个市场呢。你哪有闲去台北啦？爸妈，我有代志想要问恁。什么代志啊？东东想要甲我去台北算几工啊？啊？东东想要去台北，是啊。袂用呢。 素清啊，你是无依法的啦，刷去啦。我要去伊会乱呢，万一若甲我拖掉，要我我走，是要安怎？哎呦，你有你的代志，带弟弟去无方便啦。素清啊，你去台北拄好替我办一件代志，只要这批顶面的住址吼，去一间贸易商去甲讲看卖，我来开一张高价单，互你炸去，顺续吼去恁阿姑遐摕一支线做样品啦。 好，那呢，东东呢？你已经答应带去台北啊？我是讲吼，人总是带念旧情嘛。伊就想要看因大块阿姊厝边遐个囡仔，规气就带去台北佚佗，较免伫咧庄卡住久吼，真是变成庄卡囡仔。哎呦，我袂放心啦。妈，假使咱若是搬去台北，我倒来美拢佚佗，你有啥物袂放心的嘛？哎呀，好啦，就带去啦。爱记得哦，逐工啊一定都要敲一个电话转来，甲阮保持联络啊。 东东，昨我为着你，甲爸妈讲要3点钟呢。多谢你啦，姊。我袂你甲我说多谢，只要你听我的话就用的啊。东东，你要去台北哦？对啊，哇，有够赞呢！我以后大汉，我嘛要去台北。东东，你也来啊！来，遐坐啦，遐坐。妈，素贞来啊！阿姆你好，这是我的小弟东东，紧叫阿姆吗？对阿姆好，坐啦。阿姊，我叫伊着阿姐，是安怎要叫伊着阿姆呢？对啊，安尼你就袂食亏啊。袂用日啦，你无食亏，换做我食亏啊！以后哦，我莫叫你着阿姐，我叫你着哥哥。安尼我想过算袂好啦。本来就应该安尼叫嘛，你想要正月班姨哦？莫搁甲伊算啊啦，今仔日吼，恁就伫我遮食饭啦。我要甲阮小弟送去朋友遐住。我厝内用住啊。无啊，我要去找大块阿姐。哦，迄个搬去的哦。对啊。好啊，我驶车送你去哈。
做伙入去啊！大哥阿姐，大哥阿姐。东东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东东，你是安怎来啊？是阮大姐送我来啊！大姐啊，秀秀啊，爱人咧？东东，东东，奇怪，那拢无人啊！东东，大姐，伊就是我的大块阿姐。叫了你啊！免客气啦，请坐，请坐啦。多谢啊！我姓李，叫做李金梦啦。阮以早就捌你啊，伫电视顶定咧看到你呢。多谢多谢，骗食啦。我姓赵，叫赵敏，咱见过2摆面咯。对对对，我叫裴素清。住伫美浓，恁爸爸妈妈是咧做纸线的，对无？对。东东的妈妈吼有甲我讲过啦，阿明甲我吼20年的老朋友啊，伊的囡仔吼拢是我抱大汉的呢。即摆这个囡仔吼住伫向因兜吼，手下拢有甲我讲啊啦。大块阿姐，我要甲你住几工啊？会用的，当然嘛会用的啊。我去找隔壁囡仔耍。好，东东，莫要别乱走哦。你放心啦，这附近吼伊足熟的啦。对啦，李先生，你敢免加甲我讲一寡东东因兜过去的情形？哎呀，讲起来话头长啦。我甲阮翁结婚的时阵，生活还阁袂歹，有一间店面的厝，开文具店，卖一寡册甲杂货。后来，互人倒几摆货。阮先生又阁是一个好人，替朋友替厝客做保。朋友倒啊，阮的厝嘛去互查封拍卖啊。以后，阮就啥物拢无啊。想生落来，阮的生活阁较艰苦。也毋过，阮翁足拍拼的，为着囡仔，伊到工地做小工，打砖、扛刷。我爱着囡仔，嘛伫咧工寮替人煮饭，做1、2年，又阁欠一寡钱。甲阮翁的一个朋友，叫李金旺的，做伙买一间国民住宅。以后，阮翁逐工透早就去送报纸，转来食过早顿了后，就出去卖水果啊，一直到出车祸过世。拢是啊啦，王家人吼。有够认命啦！过去啊，别人倒因兜的花啊，拍卖因兜的厝，伊拢认啊。手下吼嘛是这种人，真有法度原谅别人。那你拢是东东因爸爸的人呢？半行啊，即马官爹拢啊来啦，有出来无？要想嘛唔知。迄个驶货车的，号做啥物名？马宝昌，大家吼拢叫伊老马的。发生代志到即马吼，伊就从来唔捌出现过。啊，你哪会用者？这个死马应该时常来看因啦，上届无爱负道义上的责任吗？哎呀，老岁啊，哪有遐尼侪讲道义的人？你哪唔陪王太太去找迄个死马的？找死马又阁有啥物路用？阮翁已经死啊，阁安怎挽回伊？阮翁嘛活袂倒转来，马先生嘛是一个无厝无事业的人，拄甲伊逼，互伊情界痛苦嘛愈济。
对阮嘛无啥物好处啊。王太太真了不起，你这种想法，完全是咱传统中国人的精神。即卖少年人吼，真少会当做到这个地步啦。这款代志我无赞成调下，我一定要找着姓马的，看卖伊的态度。假使伊若阁是去掂掂，我就好好修理。赵敏，你凭啥要甲人修理？是安怎伊家己会当活甲好好，互别人受苦？我嘛要互伊知影艰苦。赵敏，莫遐冲动。哎，好啊好啊，这拢甲恁无关系啦。哎，平小姐，假使恁厝的吼愿意帮助秋霞收养东东，已经是甲秋霞吼斗相共足多啊啦。我讲老实啊，你若愿意帮助秋霞甲伊遐囡仔，那就要拜托你小甲因照顾的，互秋霞吼感觉着讲人情也是温暖的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好，按即马开始，我就尽量帮助王太太甲伊的囡仔。也毋过我绝对袂放马坡种煞。不管安怎讲，社会上也阁有足侪善心的好人，就亲像你愿意收养我的大查某囝秀秀，我都足感激啊。讲一句良心话，阮两个老的哦，嘛是因为囝儿哦无伫咧身躯边，这个生活嘛还阁会得过。阮伫咧报纸顶头看到你的作为，阮想要收养一个囡仔，顺便嘛会当陪阮啦。阮甲秀秀带倒转去，当做家己的查某孙共款疼惜。王太太，做你放心啦，我真放心。我是讲，过一段时间，是因爸爸2周年的做期，我会带秀秀去因爸爸的墓前拜拜。到时阵，我会甲秀秀直接送去恁兜。安尼嘛好，哎，啊无，咱先来走好啦。哦，请稍等一下，秀秀伫咧房里照顾因阿公，我甲伊叫出来，送恁两个去车头。好啊，秋霞，好。你若遮尔无家教啦，啊囡仔是安怎管教的？大嫂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毋是秀秀甲婉婉又搁甲连兴相拍？小拍是小可代志，我袂甲你计较。也毋过伊无应该偷摕我的钱。你看卖，我皮包内底吼嘛无囥偌济钱，就囥500块。也毋过你看，你家己看啦，全部甲偷摕了啊啦。大嫂，秀秀甲婉婉啥拢毋敢顶动你的钱啊！你安尼讲，就是我咧侮辱恁哦。啊，有够奇怪哈！啊，咱兜吼拢总遮几个人，啊过去吼钱毋捌碰见过啦，所以证明讲这毋是连兴偷摕。当然啊，嘛无可能是连兴阿公偷摕。我嘛毋敢讲是你偷摕，安尼就剩秀秀甲婉婉啊。大嫂，我有人客，小等才搁讲啦。哼，顾面子就莫生这种囡仔。是的，厝内发生这种代志。这可能是误会啦，慢慢来解释就好啊。阮来去啊，免叫秀秀啊啦吼。哎，再见。再见哦。这间厝，我感觉会用住落去。佩佩，你耳光又强哦，用唔讲话。哎呦，手机，袂啦，王太太就讲过啊，伊无啥爱讲话啊。记来几啊天啊，一句话都无讲，哪会安尼？你较忍耐咧啦，伊吼慢慢就会甲咱讲话啦。好啦，我转去煮饭。哎，手机啊，你带培培先转去啊。培培啊，培培，你跟妈妈先转去哈。甲爸爸讲再见。啊，爱讲的话，啊你通唔说咯？好啦，莫讲为难囡仔。肯，
种生意种到暗了。好啦，加转去呀。哎呦，这囡仔吼脾气很坏，讲伊两句就唔识饭。哦，我已经买鸡卵糕给伊啊。鸡毛色，搁放伫个客厅的桌顶。汽水嘛。所以咧，我替伊哦开电风啊啦。哦，我去看卖。所以嘛，所以，唉，带囡仔吼，还无简单哦。小琪啊，昨昏困去总嘛的啦。听讲啊，你去买 DDT 呀，把皮皮房间喷一个。哎呦，喷 DDT 总嘛的啦。哎呦，我惊伊变成有狗血啦。阿妹哎，有乜有呢？哎呀，有啦。今下要看呢？唔使看啦，你紧困啦。听讲你就知啊。唉，恁爸仔囝都免目嘅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暖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就是你的囡仔偷摕我的钱，就是！家财难逢，我袂当
放互恁留伫厝内，紧走，紧走，紧走啦！婉婉，安怎？我想要去便所。好，较细哩，莫跋倒哦。阿公，阿公，婉婉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妈妈一直偷偷仔咧哭呢。妈，我就唔甘愿呢。阿金为什么要不来咱偷摕伊的钱？秀秀，为着妈，为着恁阿公，这口气你一定爱啉，知影无？我会当啉，为什么会拢会当啉？我只是惊阿金伤过过分，惊你会挡袂牢，搁再破病。秋霞，秋霞，爸，你还袂困哦？我听婉婉讲，你一直咧哭啊。无啊，是啊，硬嘴皮，婉婉袂甲我骗啦。婉婉呢？咱无看伊的人。伊甲我叫醒哦，就伫我的面床困去啊。唉，这囡仔，唉，秋霞，你还搁咧气恁阿嫂啊晓？爸，伊伤过冤枉人啊！硬讲是秀秀甲婉婉偷摕伊的钱，500块并不是足济，也毋过秀秀甲婉婉，因绝对无可能偷摕钱。莫插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，莫甲这件代志放伫咧心内啊。这件代志并不是足重要，我想大嫂的意思是希望我带着囡仔离开这。这是我的厝，伊凭啥物甲你赶走？我已经是嫁出去的人啊，根本都无应该转来。顾家任何一个人赶我走，我拢袂用留落来。这算什么啊？我也未死呢，我的厝我会用个做主的啊。爸，好比姐姐咧，我台北还阁有厝，我转来主要是希望会当加陪伴你一段时间。也毋过你转来，叫伊吵到根本都无法度通清静。煞煞去，吵吵闹闹，哪有啥物意思？我按算带秀秀甲婉婉转去台北。你真正要走哦？阿明做记的日子得要到啊，我应该去甲伊祭拜。你若要走哦，一定爱甲偷摕钱的代志查好清楚。也若无，你走了后哦，就真正变成钱是秀秀甲婉婉偷摕啊。随在伊安怎想，只要阮过了清清白白就好啊。你会用个唔插伊，也毋过伊哦，真正会死假讲啊。但你搁再倒转来，遐个老厝边哦。爸，我已经无可能搁再转来啊！你不爱你这个爸爸哟？爸，不是我无爱你，是我无偌济日子好活。秋霞，无可能，我一定唔相信你这个是绝症。秋霞，你爱活落去，你真正忍心白饭送黑饭哟。
秋霞，莲馨，莲馨，这囡仔透早就走去倒啦。阿英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昨为着500块的代志，你有甲秋霞冤家哟？哎呦，上届冤家啦！伊家己唔肯承认，我倒去嘛咧生气。莫阁气啊，绝对毋是秀秀较冤冤体啊！哼，你是为你的查某囝，为伊的囡仔。我毋是咧为因啊，因为，你讲你无伫的，是我去你房间摕的啦。是你摕？爸，你哪会做出这种代志啦？我迄天哦，甲几个老兄弟去庙口啉茶，身躯阁无钱，你又阁无伫的。哎呀，你安尼吼，手害甲我骂死啦！袂用的，袂用的，我要去甲叫出来哦，当面讲清楚。阿英啊，我知影伊昨暗困到足晚的啦，你莫去甲吵啦。袂用的，你要伫咧手害面头前承认这个事实，上无证明我这个人吼，袂黑白讲话去侮辱别人。哎呦，阿英啊，你着互我淡薄仔面子好无？我来讲就好啊啦。哼，运气阁算袂歹啦，总算找转来啊。好啦，恁来安怎讲吼，就安怎讲，甲我无关系。对啦对啦，非得有钱找转来啊，都甲你无关系啊嘛。哼。爸，爸，以后无钱通用，甲我摕就好啊。好，好啦。冰冰，冰冰，阿桑甲你要安怎讲哈？阿妈考早，阿公考早。冰冰搞早。冰冰就乖哦。阿妈嘛乖。爱讲阿嬷好。我要讲阿妈乖。阿桑啊，紧去甲冰冰泡牛奶。好，我去甲伊烘两块芳，煎只卵嘞。冰冰毋是不爱食卵，伊食。唔食阿桑会甲我拍。哎呦，冰冰，天地良心哦，我哪会敢甲你拍？好啊啦，阿桑你去。哦。囡仔人白讲白贼啦，我看阿桑的脑镜头阁压起来啊！老爷，运动的时间到啊，车嘛传好啊。哦。冰冰就早就起来啊。爸一定是带冰冰去散步啊。我问你，假使阮爸爸妈妈把囡仔抱回来，交互你饲，你是照顾迄个囡仔，还是照顾我？你讲啊！我拢照顾。
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哎，阿兄啊，你拢总是抽偌济钱啊？你无生目睭，家己袂晓算哦。哎呦，你阁真歹呢！我看是恁老母最近无甲你拍哦。哼，温满才袂甲我拍咧。郭太太，哎，你要去倒位啊？要来洗头啦。偌济钱？拢总是86块。哦。阿兄啊，你这500块是对倒来的？免你管啦，钱找好我就是啊。嘿，囡仔人讲话口气遮尔大，等另工我拄着恁老母，一定要甲讲，互伊好好啊甲你教死者。哼。阿英啊，后生哦袂当伤心啦，囡仔人哦免哪会当一时仔就回500块啦，你看。阿欣，这500块倒位来？你啥物？你讲啊！对你的背包摕啦。你是要死啊你？转去！转去啦！看我转去了后，免再甲你修理。阿英啊，恁阿英86块还袂好啊啦。哭！林兄，我甲你讲哦，拄我伫街仔路吼，我歹势甲你拍。妈，莫甲我拍啦！好啦，莫甲你拍，要毋过你要听我的话。好，我听话。你偷摕500块的代志，伫厝内底千万袂当讲。为什么？你莫阁问啊啦，妈无要甲你拍，你嘛莫阁讲啊。千万吼，袂当互你阿公甲你阿姑知影，伊若知影吼，会甲你拍，会甲你骂，你知影无？你若是讲出去，我甲你拍死。乖，行啦。爸。阿英啊，以后讲话哦，爱较细腻的啊。东东，你无俩代志吼？无啊，我甲大姐去台北耍，回来的时阵先来看你，看阿公，还有阿姊。妈，哪无看到佩佩嘞？我听无啦。你用走的暗用啊？乃是你妈妈。我妈妈伫布袋啦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中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